香港隊嘅陣容咧，守門員就係陳文岳，由右至左後防咧，張志德、梁帥榮、賴羅球、余國森，中場就黃國安、顧錦輝、胡國雄、陳發之，前面咧兩個老將啊，尹志強、柏劉榮業啊。嗰場波咧，如果和咧，中國隊都出事嘅，香港隊一定要贏。咁中國排好晒人牆，胡國雄咧交俾張志德，咁張志德就咁抽埋去，香港隊領先1-0啊！有冇做過咩對國家民做唔住嘅事？自己檢討下，如果有啊，向千委員長講，等佢從輕發落。97之後仲可以做翻郵差。嗰年我代表香港隊咧打世界盃外圍賽對中國隊啊，咁啊我啊唔覺意咁射入球波啊，咁啊令到中國隊咧唔能夠衝出亞洲。咁啊其實而家我都好後悔啊。張志德一撇翻後，俾咧係呢個咧隊友。而咧隊長嘅梁帥榮咧助攻啊！呢個波射埋去啊，唔係嘛？劉榮耀喺禁區入攞到波，兩個球員一拍，高升假秀傳一拍，呢個波咧係拍橫咗咧就益晒後上嘅顧錦輝咧射成2-1啦！中國隊咧又再次係落後啦。呢個波其實咧梁帥榮喺中場咧係咁射埋去啊，係漫無目的嘅啫。點知咧珠波攔截唔到咧，就俾咧劉榮業係起到腳，咁兩個心急嘅中路球員咧一閂咧呢個波閂橫咗，咁啊俾咧後上嘅顧錦輝執咗個死雞啊！咁啊領先咗2-1之後咧，繼續落嚟咧，白衫嘅中國隊咧係施加好大嘅壓力啦，俾中國隊嘅後防啊！咁啊中國隊咧全軍係出擊，咁啊搞到咧香港隊所有嘅球員咧翻晒嚟防守啦。而喺場邊嘅領隊啊、職球員啊等等，亦都好咧焦急。咁希望咧係香港隊能夠咧捱過呢段咧最艱苦嘅時刻，創造咧係歷史嘅。好啦，界外球一抌咗入嚟咧，519之役咧就係咁樣咧命名㗎啦。香港隊作客咧係中國隊咧就係2-1咧擊敗對手啦。呢場波咧我哋贏得好應該。我係打得好嘅中國隊呢場波，所以咧我只係話感覺到好開心。